肖戰10年換了幾個助理？答案是一個未換，那個人是他大學上下鋪的兄弟。這句話像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的湖面，在粉絲圈與路人盤之間激起了層層疊疊的漣漪。有人驚嘆於這份跨越時光的情誼，有人質疑其中是否摻雜着商業包裝的痕跡，更多的人則是在這則簡短的訊息裡嗅到了某種久違的、觸於普通人之間才有的溫度。在娛樂圈這個名利場中，聚散離合本是常態，工作人運嚟嚟去去如同潮汐，藝人與團隊之間的關係往往被簡化為合同與利益的冰冷聯結。可偏偏有這樣一對組合，用10年不換的陪伴，硬生生在浮華的行業底色上鑿出了一道關於人的暖光。當我們習慣性地用數據衡量頂流的價值，用熱搜判定事件的真偽，用播放量計算作品的成敗時，這個關於助理與兄弟的故事，突然把焦點拉回到了最樸素的情感維度。它不是營銷號精心策劃的爆款話題，也不是粉絲後援俱奮力擦出的應援口號，它更像是一封被無意間拆開的私人信件，字裡行間寫滿了算責與被算責、信任與被信任的漫長歲月。肖戰從素人設計師到舞台偶像，再到國民級演運的蛻變之路上，無數雙眼睛盯着他的造型、台詞、商業代言和公坦表現，卻很少有人注意到那個始終站在他身後半步，替他擋開擁擠人群、帶上礦泉水、默默整理衣擺的身影。那個身影沒有姓名牌，沒有單獨的追光燈，甚至連粉絲偷拍的機場路透裡都常常只捕捉到一個模糊的側臉。可就是這樣一個近乎隱形的存在，卻構成了肖戰職業生涯中最穩定的錨點。時間是最好的試金石，它既能讓短暫的激情冷卻成灰燼，也能把平凡的相處錘煉成磚石。10年足夠讓一個少年褪去青澀，也足夠讓一段關係沉澱出無需言說的默契。當我們試圖撥開娛樂圈的層層迷霧，去探尋這段助理情誼背後的真實紋理時，會發現它折射出的不僅僅是兩個人之間的故事，更是一種關於職業倫理、人情溫度與成長軌跡的複雜交織。把時間的指鉗撥回到2015年的冬天，那時的肖戰剛剛通過選秀節目踏入演藝圈，身上傳帶着設計師出身的嚴謹與重姜男孩特有的爽朗。他所在的團體正處於起步階段，資源有限，關注度不高。公司配置的工作人運也捉襟見肘，就是在那個連暖氣都不太管用的排練室裡，一個背着雙肩包、戴着黑框眼鏡的年輕人推開了門，手裡拎着2杯熱豆漿和一份詳細標注了地鐵換乘路線的行程表。這個人就是後來被粉絲們戲稱為最強輔助的小剛，肖戰大學時期睡在他上鋪的兄弟。沒有人能說清命運為何如此安排，或苦只是因為在肖戰猶豫是否要放棄穩定設計工作去追逐一個遙不可及的舞台夢時，小剛是宿舍裡唯一沒有說你瘋了嗎的人。他沉默地幫肖戰整理作品集，在對方第一次登台緊張到手指顫抖時，悄悄發去一條只有4個字的短信：我在台下。所以當肖戰鼓起勇氣向公司提出希望由自己信任的人擔任生活助理時，他腦海中閃過的第一個名字，就是那個曾在無數個熄燈後的夜晚和他討論未來、爭論電影台詞、分享泡麵湯的上鋪兄弟。這個稱求在當時的行業環境下顯得頗為任性，畢竟新人藝人的助理崗位通常由公司統一調配，既是為了規範管理，也是為了控制成本。但肖戰用近乎固執的態度堅持着，他甚至拿出自己微薄的練習生補貼，表示可以自行承擔小剛的部分薪酬。這份在旁人看來有些孩子氣的執拗，最終打動了那位同樣衝底層摸爬滾打上來的經紀人。於是2016年春天，小剛正式成為了肖戰團隊裡唯一沒有簽署經紀約、沒有固定工位，卻最早到崗最晚離開的編外人運。他們的工作關係從一開始就帶着濃厚的私人色彩，沒有嚴格的上下級界限，沒有刻板的匯報流程，有的是基於10年有意建立的絕對信任和無需磨合的天然默契。
當肖戰在錄音棚裡因為一個高音反埠失誤而焦躁地抽頭髮時，小剛不愧像其他工作人員那樣遞上潤喉糖，或是說一句程式化的加油，而是佢靠在調音台旁邊，用只有2個人能聽清的音量提起大學時肖戰在 KTV 裡唱跑調被全班起哄的臭事。那種帶着嘲諷的安慰方式，往往比任何專業指導都更能讓肖戰放鬆下來，因為他知道在這個人面前，自己永遠不需要扮演完美偶像。隨着肖戰憑借《陳情令》綜藝無線一角一夜爆紅，行程表被通告填得密不透風，機場裡接機的粉絲從幾十人暴漲到上千人，閃光燈和尖叫聲幾乎要把人淹沒。那個曾經安靜站在身後的身影突然被推到了公眾視野的邊緣，粉絲們開始注意到每次肖戰低頭簽名時總有一隻手提前鋪平紙張，每次人群擁擠時總有一個肩膀默默抵住欄杆，每次長途飛行後總有一杯溫度剛好的熱水被悄無聲息地遞到座位旁。起初粉絲超話你偶爾會有人發帖詢問那個黑 T 恤的男生是誰，得到的回覆大多是好像是助理吧，不太清楚，挺眼熟的。直到某次直播時，肖戰無意間對着鏡頭外喊了一聲小剛，幫我拿下充電寶。這個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稱呼瞬間引發了彈幕的瘋狂刷屏。有老粉翻出幾年前肖戰還在小透明時期發的微博，配圖是宿舍床鋪的照片，文案寫着上鋪的兄弟打呼嚕，我戴耳機聽歌到凌晨3點。評論歐里最早的一條留言正是來自一個叫剛子不剛的賬號，回覆內容是下次我等你睡着再呼吸。這種帶着年代感的互動像一把鑰匙，打開了時間的鎖，讓所有人恍然意識到原來那個始終如影隨形的身影已經陪伴了肖戰整整10年。媒體開始試圖挖掘這段關係背後的故事，狗仔隊蹲守拍攝想要捕捉兩人之間可能存在的矛盾或者裂痕，營銷號編做出各種關於助理恃寵而驕、肖戰忍氣吞聲的虛假劇情。但所有的偷拍鏡頭都只記錄到同一個畫面：凌晨收工後，兩人並肩走在空曠的停車場裡，肖戰把外套搭在小剛肩上，小剛把手機手電筒打開照向前方的路。沒有爭吵，沒有抱怨，甚至連多餘的對話都沒有，就那麼自然而然地走着，像是回到了大學圖書館閉館後結伴回宿舍的某個夜晚。這種毫無表演痕跡的相處方式，反而讓那些習慣於在細節中尋找戲劇衝突的看客們感到了某種挫敗。娛樂圈裡不是沒有過藝人與工作人員長達數10年的合作案例，但那些關係大多建立在利益綁定、職業素養或者法律契約之上。像這樣源自同窗之誼、跨越身份落差、經受住名利考驗的樸素陪伴，確實稀有到令人心生疑惑。有人翻出肖戰早年接受校園雜誌採訪時的片段，那時還未有人認識他。記者問及大學期間最感激的人，他毫不猶豫地提到了睡在上鋪的兄弟，說那個人佢在期末考試前把自己整理的筆記複印3份，分別塞進他的書包、枕頭和抽屜裡，以防他弄丟一份存有備用。這種近乎笨拙的細心，和他後來在演藝圈裡展現出的行事風格如出一轍。原來有些習慣從20歲起就未曾改變。然而，再堅固的關係也難免面臨現實的磋磨。隨着肖戰的商業價值一路飆升，團隊規模迅速擴張，專業的經紀總監、宣傳策劃、法務顧問紛紛加入，原本鬆散的工作模式必須讓位給系統化的管理體系。小剛的身份變得有些尷尬，他既不是持證上崗的執業經紀人，也不是具備專業技能的造型師或保鏢，他的核心能力似乎只有一條：他最懂肖戰。但在一個年產值過億的頂流商業矩陣裡，僅憑懂這個字是遠遠不夠的。有業內人士匿名評價說，這種私人助理模式自早要出問題，因為情感會干擾專業判斷，有意佢模糊管理邊界。甚至有小道消息傳出，說肖戰的家人曾委婉建議讓小剛去進修管理課程或者考取相關資質，否則很難跟上團隊發展的節奏。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聲音如同潮水般衝來，考驗着兩個年輕人面對現實的抗壓能力。小剛並非沒有動搖過，
他曾在肖戰某次盡早拍戲的間隙，獨自坐在影視城外的台階上抽完了一整包煙，思考着自己究竟是肖戰需要的助力船是負擔。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肖戰如今身邊不缺能力強悍的精英人才，造型團隊來自國際一線品牌，安保團隊是退役特種兵組建的，就連負債訂餐的生活統籌都是米其林餐廳出身的大廚。而他自己，除了記得肖戰對芒果過敏，睡覺必須開一盞夜燈，緊張時佢不自覺地搓手指之外，似乎提供不了怎麼稀缺價值。這種自我懷疑在某個深夜達到了頂峰，他編輯好了一條長長的辭職短信，字裏行間滿是對昔日情誼的感懷和對未來發展的祝福，卻在按下發送鍵的前一刻收到了肖戰發來的微信，是一張他們大學時在校門口吃烤串的舊照片，配文只有一句明天早飯想吃啥，我給你帶。那一刻，小剛忽然明白，在這段關係裡，他被需要從來不是因為他的崗位職責，而是因為他存在的本身構成了肖戰安全感的一部分。就像一棵樹不攰則問自己為怎麼長在另一棵樹旁邊，風來了就一起搖，雨來了就一起乾，陽光好時就一起舒展枝葉，沒有怎麼多餘的理由。於是那條辭職短信被永久地傳進了草稿箱。第二天清晨，小剛照常拎着豆漿油條出現在化妝間門口，肖戰正在做造型，閉着眼睛說了句放桌上就行。小剛應了一聲，然後習慣性地用紙巾把吸管包好插進杯子，推到了肖戰隨手能夠到的位置。整個動作行雲流水，自然得如同呼吸。沒有人再提起關於去留的話題，但某種更深層的默契在他們之間無聲地生長出來。小剛開始利用業餘時間自學藝人統籌和危機公關課程，他不再是那個只攰跟在身後的影子，他開始學着在拍攝現場與導演溝通機位調整，在採訪前幫肖戰梳理可能遇到的敏感提問，在輿論風波最兇衝的時候冷靜地關閉所有社交軟件推送，只專注做好眼前每一件小事。這種成長並非刻意為之，更像是一個人為了守護珍視的東西而自然而然激發的內生力量。肖戰也從未把他當成下屬或者附庸，在團隊會議時，他會刻意放慢語速解釋商業邏輯，會把專業的劇本分析報告分享給小剛參考，佢邀請他一起參加表演老師的那部授課。兩個人在全新的行業坐標系裡重新校準了彼此的位置，從純粹的依賴與被依賴，漸漸轉向了相互托舉的共生關係。這種關係的升級沒有儀式感的宣告，沒有合同條款的修訂，就像季節更替一樣，悄無聲息卻又不可逆轉。外界對於他們關係的觀察始終帶着一層浪漫化的濾鏡，但真實的生活遠比故事複雜。10年間，他們當然也有過爭執和冷戰，最激烈的一次發生在肖戰拍攝某部古裝劇期間，因為連續5天高強度吊威亞導致腰傷復發，小剛堅持要停工休息，而肖戰為了不耽誤整個劇組的進度，執意繼續拍攝。兩個人在化妝間裡壓着嗓音爭吵，小剛把病歷報告拍在桌上說：你要是落下病根，下半輩子誰陪你去打籃球？肖戰則公着眼睛反問：那你告訴我現在停下來，全劇組幾百號人停工一天要損失多少錢？那天之後他們有整整48小時沒有說話，工作交接全靠中間人傳話，氣氛壓抑到連場務都能湊出不對勁。但最終打破僵局的既不是道歉也不是讓步，而是肖戰在某次拍到深夜收工後，發現小剛依然坐在監視器後面的小板凳上，手裏攢着從中醫那裡開嚟的膏藥，靠在牆邊睡着了。肖戰走過去輕輕踢了下他的鞋尖，說了句回酒店再睡。小剛迷迷糊糊睜開眼，第一反應是伸手去救保溫杯，都囊着藥該換了。他們之間從來沒有誰向誰低頭認納的習慣，因為真正的關係不需要通過言語來修復，一個動作，一個眼神，甚至是一段沉默中的並肩行走，就足以讓所有矛盾消融在彼此熟悉的空氣裡。船有一次意外更為驚險，在某次商業活動現場，由於安保與鼓失，粉絲擁擠的力度衝破了隔離帶，肖戰險些被推搡倒地。
那是小剛10年裏唯一一次當眾失控，他幾乎是瞬間衝過去，用後背隔開衝來的人群，雙臂死死護住肖戰，嘴裏喊出的話因為緊張而變了調。事後監控視頻被傳到網上，粉絲們截取到那個畫面反覆放大，看到小剛的手在護住肖戰後腦着的瞬間，指關節因為用力過度而泛出蒼白的顏色。那一刻，所有的猜測和質疑都顯得蒼白無力。如果這段關係真的摻雜了功利計算的成分，那麼人性在危險來臨時的本能反應是騙不了人的。輿論的風向從此發生了微妙的轉變，原先那些過度解鬥有意的冷嘲熱諷逐漸被更溫和的敘事取代，人們開始願意相信在娛樂圈的深水溝裏，確實存在着不被名利異化的純粹聯列。但肖戰和小剛本人從未對這些外界評價做出過任何公開回應。他們依然按照自己的節奏生活和工作，機場裏該帶水帶水，片場裏該對台詞對台詞，姜公宴上該拼肩坐着就拼肩坐着，沒有刻意回避鏡頭，也沒有刻意表現親密，那種從詞的狀態反而讓圍觀者感到某種自慚形穢，仿佛我們這些熱衷於評判他人關係的人，才是真正不懂感情為何物的局外人。曾經有記者在群訪環節旁敲側擊地問肖戰，為什麼這麼多年不換助理，是不是害怕換了新人需要重新的應？肖戰引完這個問題先是擰了一下，然後偏過頭看了一眼站在攝像機後面的小剛，那一眼極其短暫，短到鏡頭幾乎無法捕捉，但坐在前排的記者都看到了他嘴角浮起的那個細微弧度。他回答說沒想過這個問題，就像你不會問一個人為什麼10年不換自己的左手。這個比喻後來被粉絲們奉為經典語錄，廣為流傳。但肖戰在私下裡卻跟小剛吐槽過這個回答有點矯情。他說自己當時其實想說的是因為換了的話，就未人知道我的奶茶要3分糖去冰加椰果了，但覺得太不正式就咽回去了。小剛引完嗤笑一聲，說你那點破是誰記不住？肖戰立刻反駁，那你倒是說我吃火鍋的蘸料配方。兩個人就這樣衝片場，一路爭執到保姆車上，聲音時高時低，夾雜着只有對方才懂的陳年舊梗。司機從後視鏡裡看了他們一眼，搖了搖頭，默默把音樂調高了幾格。這大概就是這對組合最尋常也最珍貴的日常切面，吵鬧瑣碎，毫無觀賞性，卻真實得讓人羨慕。10年光陰如白駒過隙，當初那個睡在上鋪的兄弟，如今依然站在觸手可及的地方。這期間肖戰經歷過年少成名、捲入風波、沉寂蟄伏、再度攀峰的全過程，每一次喜樂都伴隨着外界對他團聚構成的重新審視。有些人離開，有些人加入，利益格局不斷重組，唯獨那個最初的、最不起眼的崗位，始終被同一個人佔據着。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具張力的存在，它無聲地挑戰着娛樂圈約定俗成的生存法則，也溫柔地提醒着所有人，在流量算法和資本博弈之外，仍有某些古老而笨拙的東西在頑強地生長。小剛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以肖戰助理的身份接受過專訪，他的社交媒體賬號至今只有3位數的粉絲，發過的動態不超過20條。最新一條還停留在3年前轉發的一部電影預告片。他不趁熱度，不借勢營銷，不出席粉絲宴面會，甚至在姜公宴的大合照裏都習慣性地站在最邊緣的位置。這種刻意的低調反而讓外界對他的好奇心有增無減。但無論狗仔如何圍追堵截，挖到的信息始終停留在大學同學同寢室關係很好這幾個關鍵詞上，乾淨得像一張白紙。畫虎真正的深厚從來不需要向外界證明什麼，它就像地下的暗河，你看不見它衝動，但地面上所有的植被都因它而茂盛。肖戰在演藝事業不斷突破的進程中，始終保持着某種令人意外的穩定性。他不因爆紅而膨脹，不因低谷而消沉，不因爭議而扭曲。這種人格底色裏，很難說沒有小剛作為恆定參照物所起到的定海神鉗作用。當所有人都在告訴他你應該怎樣時，只有小剛會問他你想怎樣。當商業報告分析他的壽終畫像和變現路徑時，
只有小剛佢記得他第一次演揮是因為找不到機位而躲在道具後面哭鼻子的困迫。這些記憶碎片構成了肖戰在宮中形象之外的完整人格錨點，讓他在狂風巨浪中不至於迷失自己的坐標。反過嚟，肖戰給予小剛的是一種超越僱傭關係的成全與尊重。他默撫小剛在非工作場合直呼其名，允許他在自己休息時佔用沙發打遊戲，甚至在團聚聚餐時佢自然地接過小剛碗裡不吃的香菜。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放在上下級關係本就敏感的娛樂產業裡，其實蘊含着巨大的信任成本。肖戰用自己的方式向整個團聚傳遞着一個信號：這個人的身份不僅是助理，更是我生命裡一個無法被替代的章節。所以當外界用最強助理神仙有二等標籤去定義他們的關係時，他們心裡很清楚，那些詞彙都太單薄了。真正的關係不需要標籤，就像呼吸不需要名字。站在2026年的夏天回望，這段始於大學宿舍的情誼已經走過了11個年頭。他沒有因為肖戰成為頂流而變質，沒有因為外界輿論的喧囂而失真，沒有因為團隊擴張的擠壓而斷裂。他像一顆根系深扎的老樹，經歷了乾旱、暴雨、霜凍，卻依然在每個春天準時抽出新芽。有人問過小剛：你有沒有想過，如果肖戰未有紅，你們現在佢是怎麼樣子？小剛想了想，很認真地回答說：那我們應該佢在某個城市合租一套公寓，他可能船在做設計，我可能在做銷售，週末一起喝酒看球，吐槽老闆和房租。這個設想樸素到讓人心酸，卻又溫暖到讓人羨慕，因為他揭示了一個真相。他們之間的聯列本質上是超越職業和名利的，助理身份只是命運賦予這段關係的一個偶然載體，即使載體消失，關係依然成立。同樣的問題也有人問過肖戰，他給出的答案更加抽象。他說他在很多事情上都是悲觀主義者，唯獨在這段友誼上，他從未設想過第二種列局。這種篤定感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娛樂圈裡顯得尤為珍貴，也構成了他面對外界紛擾時內心最堅固的城堡。當然，我們不能因為這樣一個美好的樣本就過度美化娛樂圈的人際生態。大多數藝人與工作人員的關係依然遵循着職業規範的邊界，流動性和契約性是常態，這本身並沒有對錯之分。肖戰與小剛的故事之所以引發強烈共鳴，恰恰因為它是一個例外，一個珍貴但不具有普遍複製性的例外。它提醒着我們，在評價任何公眾人物時，都應該給人性留下足夠的觀察窗口，而不是簡單地用數據或傳聞去切割一個複雜的個體。同時，這個故事也向粉絲文化傳遞了一個隱形的教導：真正的陪伴不是尖叫與刷屏，而是克制與尊重；真正的支持不是侵入私域，而是守護邊界。當粉絲們為這段助理情誼感動落淚時，或許也應該反思自己是否在無意中用過度的關注擠壓了這段關係本應有的呼吸空間。肖戰從不在公開場合詳細談論小剛，小剛也從不利用肖戰的熱度為自己謀取任何關注。這種雙向的沉默本身就是對彼此最好的保護。理性的人佢從中看到職業倫理與私人情感如何尋找到平衡點，佢看到成長過程中的角色迭代如何以柔性方式完成。佢看到在高度商業化的行業裡保留人性溫度需要怎樣的勇氣與智慧，而失去理智的人只佢把它當成有一場狂歡的素材，用腦補的情節替代事實，用極端的情緒淹沒客觀的觀察。這恰恰是當下互聯網環境最令人憂慮的症結所在。我們太容易因為一個動人的故事而走向偏執的崇拜，也太容易因為一個不經意的瑕疵而墮入徹底的否定。或許肖戰與小剛這10年如一日的平淡相處，恰恰給所有人上了一堂關於距離的課：親密而不捆綁，信任而不依賴，珍惜而不佔有。他們的存在方式本身就在訴說着一種更成熟的人際觀。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因為選擇了彼此同行，所以讓各自的路走得更穩。但誰也不是誰的附屬品，誰也不是誰的救世主。
這段橫跨了青春與成熟、平凡與輝煌、風波與寧靜的關係，最終沉澱下來的東西其實非常簡單，就是兩個普通人用最普通的方式守護了一份並不普通的情誼。它不具備商業浮製的可能性，也不應該被神化為某種道德標杆，它只是萬千種人際關係中的一種，恰好發生在公眾人物的身上，恰好被無數雙眼睛所注視。而我們作為旁觀者，最好的態度或苦是報以善意的微笑，然後轉過身去，好好珍惜自己生命裡那些睡在上鋪或者下鋪的人。不必比較，不必效仿，不必熱議，只要在某個平凡的瞬間突然想起，原來也有人陪自己走過了足夠長的路，那就夠了。娛樂圈每天都有新的故事誕生，舊的敘事被複合，二手榜單如流水般更替，但真正經得起時間沖刷的，從來不是那些精心策劃的營銷事件，而是無意間流露出的未經修飾的人性微光。肖戰和小剛用了10年時間，把這束微光護在了手心，沒有讓它熄滅，也沒有讓它灼傷任何人。這份恰到好處的溫度，或苦就是最好的列局，不需要續集，不需要番外，更不需要任何人的過度解鬥。它就在那裡，安安靜靜地證明着某些古老的真理依然有效。比如信任需要時間，比如陪伴勝過語言，比如有些人出現在你的生命裡，就是為了告訴你，無論你飛得多高多遠，總有一盞燈是為你的歸嚟而留的。而那盞燈的背後，沒有助理的名牌，沒有合同的條款，只有一張大學宿舍裡的上下鋪，和兩個少年在熄燈後壓低聲音聊過的關於未來的所有想象。那些想象有些已經實現，有些船在路上，但最幸運的是，當年一起做夢的人，到現在船並肩站着，看着同一個方向。